政府正為骨灰龕位政策進行為期2個月嘅諮詢，不過唔少市民仍然為揾骨灰龕位而煩惱。好似陳清華咁，佢嘅弟弟8月中不幸逝世，揾咗好耐都揾唔到骨灰龕位。因為時間上政府嘅最快都要3年，但係仲要抽籤，抽唔到嘅話再要排個期再抽。我試過，即係我聽我朋友講過，都話佢試過排10年，都到而家都未上到骨灰龕位。最後喺得到慈善團體嘅捐助，先至可以解決到問題。有團體就喺8月做咗一項調查，訪問咗1000個40歲以上嘅市民，結果發現接近60%市民覺得現時公營骨灰龕位唔足夠，亦都有50%嘅市民仍然選擇將先人嘅遺體安放喺公眾或者私人嘅骨灰龕位，只有接近20%市民願意將啲骨灰撒喺指定海域。調查又發現，如果骨灰龕場一定要起喺居所附近，有2成半嘅市民認為骨灰龕場嘅外觀會係重要嘅因素，亦都有2成市民認為要合乎土地用途、環保等條例。另外，亦都有超過80%嘅市民認為應該要俾私營龕場繼續營運。調查機構指，調查反映受訪者覺得，如果政府主動監察營運私營龕場嘅問題唔大。我哋會留意一樣嘢就係話，係咪受訪者就話一定要即刻取締？唔係嘅，其實受訪者會覺得就係話，如果有審查，如果有政府會去 check， 如果政府覺得 OK， 可能俾你一個條件性經營嘅話呢，其實受訪者都會接受。但係受訪者都認為就係話，如果真係有啲骨灰龕場或私人嘅骨灰龕場環境太惡劣嘅話呢，其實政府都要做啲嘢嘅。黃偉國又話，由於現時本港嘅骨灰龕位不足，所以亦都可以考慮用工廈作為骨灰龕場。ONTV 東方電視記者何靜文報道。